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7日公司第一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先来看咱国内总增加10例本土病例，有44个人带病入境，高雄有1口罩4个人拢胃着病，搁去找感染源哦。另外，新北市有一个外国移工伫开工采检的时确诊，嘛考出150个人搁再采检。指挥官陈时中是强调讲，目前看起来过年后疫情并无压起来，也毋过嘛是爱搁继续注意。国内新冠本土疫情继续拖，初到拜三新增加10例本土病例，包含桃园日1不流互相烧话新增加2例，台北市点点幼儿园互相烧话新增加3例。另外，新北市邦桥家庭互相烧话内底，一个确诊的妹妹查甫朋友的老母也确诊。高雄市新增加1个家庭互相烧话，拄开始是因为10岁查甫囡仔按例1938有症状，就医采检确诊，后来发现2个表兄，也有表兄的女朋友也拢怀着。另外，新北市有一个外籍移工开工出现症状，采检确诊，感染源也调查，也未立案号。因为他是移工哈，所以相关同宿舍的，也都现在开始在做召回采检。由最近未少本土个案是伫特殊隔离，也是特殊检疫期间才确诊，但是中表示，这个案有可能伫确诊进前就阴转阳。伊进一步指出，Omicron 传播力伤强，就连防疫旅馆也可能发生互相烧话。对去年12月桃园爆发头一个防疫个旅馆互相烧话以来，即阵已经有8间防疫个旅馆发生互相烧话事件，有16个人改为本土的案例。这些相关如果被怀疑的，我们就会让他这个有些是整栋楼就不再收都清空，那有些是整层楼都清空，那不再收相关的个案。另外，11拜5就是高中1以下学校开学日子，因应这疫情，双北甲桃园县3县市订定一人若胃着全校停课14天的标准，但是中认为有一摆伤严格，应该要有配套的做法。是稍微严格了一点哈，因为他这些人他也是要在采检嘛，那停课到14天会不会影响到学生的课业？那可能要跟教育部来做讨论。但市长强调，这种4条感染源不明的传播链，让人烦恼，包含新北邦桥的家庭互相烧话、桃园大同公司翁仔某、高雄市家庭互相烧话，也有新北市也未立案号的外籍移工个案。不过，这阵无看到讲年后疫情有大爆发。不过，邻近的日本、韩国、香港这病例大大增加，呼吁民众还是要真小心。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总有4个本土病例，其中2个是国小学生。市政府调查讲因是过年食团圆饭的时阵去胃着病，嘛佮找无感染源。家族伫2月初4做伙食中昼顿，嘛做伙食暗顿，计共是有29个人考起来隔离。另外，明仔拜5就要开学咯，学校拢会消毒做防疫的准备。市政府嘛表示讲，学校若是有出现病例，就会随停课。高雄二大世界国务广场正伫咧消毒。崔北岸二大宣布停业1天，市府证实是有确诊者的卡点。高雄这1天零确诊，随国增加4例本土个案，其中2例伫咧读小学。初步疫调是过年家族团圆传染，验过感染源不明。看诊的时候也发现说，这个小朋友有这个发烧咳嗽的症状就立刻的给予快筛那快筛阳性。按1938年是10几岁查某囡仔，伫诊所快筛阳性了，接触者全部拢考虑采检，尾也发现包括伊在内有3个人确诊，有2个是10几岁查某囡仔，1位是20几岁男性，3个人2月初4家族团圆时阵伫房间内做伙耍，还有1位女性确诊者是因为甲确诊者食饭感染。屏东县政府公布，按1938控加按1940是一对情人。2月初1到初2，北基过屏东的邦山、恒春甲潮州等乡镇，官府也开始做清消。甲因做伙，还有另外一对情人确诊，也无暗号。这件家族群聚指标个案10几岁查某囡仔，2月初4中昼暗时2边参加爸母家族做伙食饭。市府总共考虑29人，而这么新增加病例内面有学生囡仔，是毋是影响开学？市府全面扩大校园的清消加隔板的检查。不过因为囡仔毋是伫咧上课期间感染，所以未延后开学。但是也强调，开学了后，学校若出现确诊的个案，就依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规划停课。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今年的台湾灯会伫高雄举办，昨暗伫高雄的爱河嘛试飞空中主灯哦，1500台无人机伫空中摆出造型，搁有灯光甲音乐，场面是真壮观哦。这嘛是咱台湾头一届上大规模的无人机表演，咱做伙先来欣赏。暗暝中，伫咧爱河湾的天顶出现一只虎牙。2022台湾灯会伫咧高雄，利用全台湾第一遍相关规格1500台无人机为人民祈福。直径超过43楼高的西顿的地球，比东京奥运开幕式的西顿的地球直径加35倍。1500个小光点一直变化3D 立体图形，有南京关于描绘台湾的国家的国旗、世界球球地主性、台湾半导体。无人机的表演是摆伫咧这个月11、12、18加19暗。2020年了，搁伫咧高雄办台湾灯会，时间自2月7日到2月28有1个月，吸引真侪游客。为了要疏解交通，市府甲维武营附近一寡路边的停车格暂时取消，也禁止临时停车。住伫附近的民众讲，即马拢爱停正远，才搁行回去。常常我们都要一直绕出去外面才能够，就要牵比较远啊。因为这里的住户这样子每天要进出。市府讲，取消的路边停车格，等灯会结束了会恢复，而且伫咧取消前要甲地方开会讨论。有一寡所在就无取消，也若是乌多摆部分要规划4000个大型停车场。针对路段路口的地方，我们会在增设牌面来告示。那同时在灯会的开灯之后的时间，我们会加派警力来劝导民众不要停到社区的空间区。市府交通局讲，找到下昼会等到现场会勘，除了检视原有的规划，也会请警方伫咧人较侪时阵加派警力，也会看需要增加告示牌。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天气哦，今仔继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跟东北部天气会较凉冷哦，各地早暗嘛较冷。咱来看云图，今仔台湾北部侪云，这方面的北部东半部爱特别注意会落雨，各地早暗天气会较凉冷。今仔透早上低温是伫台东加13.1度，明仔载下晡开始哦，就会较烧热咯，北部会到20度以上，水汽嘛会减少。拜五、拜六西半部阁有马祖地区云会较低，嘛有蒙雾，影响到能见度，塞车就爱特别注意。后礼拜因为阁有锋面接近，后礼拜1、拜2哦，北部尤其是湿冷冷的天气，低温只有13度左右。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的零件供应商昂神勋章公司哦，对2018年开始有标到中科院12件军事有规格要求的采购案，也毋过这2间公司却向中国的厂商买继续差上百倍、品质正歹的共型的产品哦，佮家己本美国原厂的商标，赚上亿的乌心钱。桃园地检署是依照早期假造文书顶罪。起诉公司的负责人哦，这个人相当是被判有期徒8档。再来看联合报，现在公务大楼管理条例有规定讲，会使用规约的方式来禁止饲宠物。内政部营建署嘛已经准备要修法，要求袂使禁止饲宠物，也毋过哦会有相关的配套的办法来避免厝边头尾的冲突。再来看中国时报。咱国内机能欠费情况哦，阁还未解决。农委会提出要予已经休困无的生卵的老鸡母继续生产哦，也毋过有动保人士就批评讲，农委会这款的想法实在是真残忍哦，上老的卵鸡来生的卵，嘛有可能无介健康。再来看，因为国际原物料拢会起价，有真侪物件嘛拢对起价，亲像中华鹿港真有名的包仔店，即马一粒包仔是起2块，所以民众是真怨叹哦。也毋过头家是讲，因已经10档拢无起价咯。拄找好的肉包是芳公公，中华鹿港这间肉包店拄开门无偌久，就有袂少人起来交关。毋过详细看菜单，介绍拢已经有换过。物价咧起价啊，起2块是较济啦，一成啦。肉包对原本的20块起到22块，别项也拢起2块。鹿港几落间出名的包仔店，拢对2月初1开始起价。业者表示，旧年底包括米粉等等的原物料拢已经起价，迄阵勉强也经会调。不过到今年初拢也是继续咧起，
高达已经无法度家己吸收，才只好调整计小起价。一直涨，然后厂商也不给你囤，因为他说缺货，来每次来都是缺货，对，没办法，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预测说什么时候会稳定，也不知道。员工出档拢去有啦，起的时阵，进前咱是拢一直家己吸收啊。那另外一间老店阿金肉包，捌替员工加2改薪水，不过嘛是伫店门口广告，袂当关不了起价压力。按算伫即个月2日起价，店内有5项拢起2块。业者无奈表示，离顶一波起价已经有10档，即个起价实在是因为物价已经超过会当负担的范围。厂商说，那个农历年后，就每一包会再调整60到80。那你跟讲活鲜哦，我们这都是活鲜价了。我觉得可以。现在物价都涨，这才涨2块，合理。不少业者讲，原物料当中以猪肉和米粉起上济，平均伫2成到4成左右。加上人力成本嘛增加，只好对咧起价。平民点心虽然看起来敢若起几块，却也反映出物价总起，钱也对咧愈来愈无的现况。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进口的建材哦，这波嘛起真济，尤其是阿鲁米材料，去年就起4解哦，起3成到5成。听讲今年会阁继续起。业者也是表示，国际阿鲁米的价销一度上悬起到3236块美金哦，是2008年以来上悬的。而且目前毋但欠材料，嘛欠工人，装潢的费用是平均起3成。前年头400块，啊，即马差不多550块。在地经营70多档阿鲁米门窗的业者讲，这2年阿鲁米的价销一直起，而且起的速度真紧。顶有厂商部的价销，80天变1倍，而且报价愈来愈悬。现在的价格都不一定啦，有时候10天、20天，它又再涨一次这样。去年跟现在差不多涨了2-3成左右。国内重金属阿鲁米条大部分拢是自俄罗斯、马来西亚进口，去年进口的成本一直起，再加上乌克兰、俄罗斯、台湾政治冲击，影响全世界经济。这号伫咧去年1月初拄装潢，最近办公室、木工、阿门头、水电全部拢做。室内设计师讲，所有建材拢变贵，阿鲁米铁平均起3成到5成，材料是起3成，电缆线起2成到3成。上含的是矽利康，上悬起3倍，抑阁欠费。伊讲起价进前同款材料装潢费140万，去年就要170万。你说像系统柜的板材、进口的一些五金用料，像这些都是随着那个塞港的问题成本的堆叠增高嘛。学者讲，真侪顶游的建材大厂抑阁伫咧休年假，估计伫元宵节过了正式开工，到时抑阁会起。若是脱工的问题无改善，进口建材的价销会一直起。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目前全世界武汉肺炎病毒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4亿例哦，死亡的人数嘛超过578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拢总增加54例，目前是19293例。中国是有10万外例，日本有358万例，韩国嘛已经超过110万例了。目前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前3名是美国、印度佮巴西。美国已经超过7800万例，印度嘛超过4200万例，巴西是超过2600万例哦。伫欧洲迄边哦，英国是超过1700万例，法国嘛已经超过2100万例咯。再来看欧洲、美国疫情即马有较缓和，防疫规定嘛较放冷咯。英国首相约翰宣布讲，若是疫情稳定，1个月底英格兰就来取消确诊爱自我隔离的规定哦。捷克即马出入公共场所嘛，毋免阁提出注疫苗的证明。虽然大部分的防疫限制嘛取消，民众已经会当正常生活咯。来看美国的纽约哦，即马嘛只剩校园阁来继续挂催暗。美国纽约州催告宣布结束室内公共场所爱挂催暗的规定。纽约州政府伫咧去年12月发布的防疫规定，初10要到期。州长霍克讲，因为病例大幅度减少，所以这项规定袂阁再延长。I think it should be a personal choice to everybody, but it shouldn't be a mandate anymore. I think the worst is past. I feel personally that I'm going to be better safe than sorry and continue wearing my mask until
I think that virus numbers drop a little bit more. 纽约州甲一寡民主党执政的州，包括加州、纽泽西州、康乃狄克州，拢解除室内公共场所挂嘴烟的强制令。不过，纽约州的学校依然爱挂嘴烟。北京官员讲，伫过去3礼拜，每天的病例降65%，断院的人数也减40%，所以才伫咧制定放零防疫规定的指南。另外，欧洲各国也开始放定防疫限制。捷克总理宣布，10月开始，民众去公共场所免搁查疫苗注射证明。Rušíme povinnost prokázat se očkováním nebo certifikátem o prodělané nemoci při návštěvě restaurací, služeb, kulturních a sportovních akcí a podobných akcí. Postupně budeme také navyšovat, o tom jsme také dnes rozhodli. 虽然捷克吹背一天也是增加3万外例，不过做过2剂有风险的人已经到6成4，所以按算3个出于进前，取消大部分的防疫限制。因为北欧的瑞典本来就坚持未封城，吹国又个解除大部分的防疫禁令，恢复正常生活。To be honest, it's been pretty unrestricted anyway lately. So, but I have noticed that people are very happy about it anyways. Today, we no longer require COVID passes. We are back to full capacity in the auditoriums, and it feels so great. 英国原本要伫咧3月24取消确诊者自我隔离的规定，不过英国首相强生催告宣布，若是新冠感染率保持稳定，这个月底英格兰会宣布提前取消这项最后的防疫限制。公司新闻陈伟林、张建光编辑。再来看纽西兰的民众是用货车、甲露营车包围国会，反对政府的疫苗甲喙暗的强制令哦。另外，伫泰国嘛有几百台的卡车，故意伫市区驶甲真慢，造成大塞车，来抗议油价一直起。最尾伫咧泰国首都曼谷的大车路顶出现几落百台大卡车的车队，其他的车队伫咧后壁是慢慢啊堵。这边出现遮尔侪台卡车，和主要道路拢塞车。一外卡车排几排，做伙开启能源部，抗议油价起价。ขับรถขนส่งครับผมจากเชียงใหม่เข้ากรุงเทพเชียงใหม่ก็ผลกระทบที่ราคาเพิ่มขึ้นมันพวกผมก็ต้องแบกรับภาระส่วนต่างที่น้ำมันเพิ่มขึ้นจากที่เราใช้7-8,000เนี่ยก็ต้องขึ้นไปเป็น10,000 กว่าบาท抗议的司机讲。这几年泰国柴油的价格一直起，人客无希望去运费，司机只好家己吸收。因要求政府将柴油的价格压到1公升25泰铢，差不多代表21块。เรื่องน้ำมันเราเรียกร้องมา2-3 ครั้งแล้วสุดท้ายวันนี้เรามาขับไล่รัฐมนตรีพลังงานท่านสุภาพ 泰国官员讲，全世界油价拢伫咧起，政府去年10月就将柴油的价格固定伫咧1公升30泰铢，差不多25块台票，无法度接受司机的要求。另外来看纽西兰，受到威灵顿市中心的交通8日也互车队踢甲无法度叮当，几路包围民众，吹背使货车、露营车包围国会，抗议疫苗加喙烟强制令。It's all about freedom of choice and being, allowed to govern our own bodies rather than being told. I'm pro-vaccine. The vaccine is a really good thing, but we should be able to decide if we want to have it or not. 示威人真侪拢无挂喙烟，因举着买自由的牌仔，现场一个人举美国前总统川普的旗仔。纽西兰总理阿尔登迄当阵正伫咧国会内面演讲，伊批评即寡抗议人无代表纽西兰的民意。I think it would be wrong to, in any way, characterise what we've seen outside as a representation of the majority. The majority of New Zealanders have done everything they can to keep one another safe. 纽西兰做过2剂有风险的比例已经换8成，政府顶礼拜讲，10月进前会慢慢减少对入境人数的隔离要求，国内也未搁再实施更加严格防疫措施。公司新闻齐焕玲编辑。再来看最近立陶宛受到中国甲罗西亚的打压，英国首相强生伫初八有甲立陶宛的总理见面，表达对立陶宛的支持，嘛谴责中国利用经济手段报复。同一个时间立陶宛的外交部长嘛去澳洲访问，嘛甲澳洲外交部长会面。澳洲政府是强调讲，会甲理念小外国家合作，做伙来对抗中国。
立陶宛总理西莫尼特伫七八去伦敦唐宁街集会，甲英国首相强生会面。最近面对中国甲俄罗斯两大强权打压，英国也表态支持立陶宛，同时强调两国关系密切。We want to make clear that we support you when it comes to the immigration issues in Belarus and all the questions that we're now facing. Yeah, quite many challenges. COVID seems like a side dish. It does. 自从咱以台湾为名伫立陶宛设代表处，中国对立陶宛伫经贸方面渐渐刁难，要互商品通关负责进口申请，甚至是后面企业供应链按移除立陶宛产品，针对其实行的贸易行为，后面伫1月底伫 WTO 对中国提起诉函，英美澳三国要求以第三方身份加入磋商定数。I very much welcome Australia joining the consultations that were started by EU in WTO. And I think we need to remind countries like China or any other country that would wish to use trade as a weapon, that the like-minded countries across the globe, that they have tools. 立陶宛外长甲澳洲外长会面，两国建交31年，立陶宛伫堪培拉设驻澳大使馆，要加强合作对抗中国，同时强调会利用工具甲法规，阻挡来自维权的政治经济压力。The more that we are able to share our views and to articulate our views together, as we are doing today, the more I think we are sending the strongest possible message about our rejection of coercion and our rejection of authoritarianism. 过去澳洲也捌伫人权议题批评中国，和两国关系恶化。中国针对澳洲查考牛肉、土炭甲红酒发动抵制，扣巨关税设贸易障碍，和澳洲出口商损失8亿美金。公司新闻王碧文评价。今仔国际上佫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踮台湾来看世界。香港武汉肺炎疫情严重，昨一天就有上千人确诊。香港的医疗系统量要崩盘，部分的病人是无病院通送哦。再来看，甲咱国交情袂歹的斯洛维尼亚的总理嘛传出确诊，也毋过症头并无严重。总理最近嘛讲哦，因等下甲台湾要来参详互相说代表处的代志。再来看后面提出澳洲晶片法案，也毋过后面的官员是表示，若说台湾的半导体无法度出口，全球的工厂会伫3礼拜内底就停止运作。再来看，行政院宣布要开放福岛5县市的食品进口哦，嘛规定讲有一寡产品必须要提供輻射检验甲产地证明，因为目前哦拢是地方政府的负责，因会甲样品送到新北市、台中、有高雄去检验。有地方政府就正烦恼讲，到时阵开放进口的量上侪，会袂赴验。也毋过园林会是表示哦，咱全台湾有10间的检测中心，一档会当检验7万件，应该是无啥物问题。真减少。用手提辐射侦测器先扫描食物样本的外包装，确认无污染了后，再去放入这个机器内底，就可以把它摆到这个机器里面。放入机器了后，开始检测食品样本当中是毋是有放射性物质碘131、铯134甲铯137。规检测过程差不多是20分到30分钟。这是园林会核能研究所福岛食品改进进程专台差不多9成食品检验是毋是有放射性物质，拢送到这。每年差不多应检测1万件食物样本。行政院说，预估会增加8000到1万件的样本，建制的7部辐射增减器，那可以因应大概是35200件1年的检测量。目前国内检测食品当中放射性含量机构，台北有阳明交通大学，新北有台电放射实验室，甲新北市卫生局，桃园有核检所，新竹有清大，中部是由市校署中区管理处负责。南部有园林会辐射侦测中心，也有高雄市卫生局等应提供检验检测的服务，全台差不多有10个机关。各地方县市政府个别的市场端的一个检验抽样，这个可能就会不够。
不过，台南市卫生局表示，未来福岛食品增加，希望地方用自主消化相关的食品检测。可能我们的检验需求量会增加，那目前我们也是积极的在规划，是不是要采购相关的检验设备？因为原能会实验所目前大部分处理在台湾的边境食物样本，虽然是检测增加检测设备，不过福岛食品都要开放，到时阵进口量增加，各地方需要抽验把关。桃园市长郑文灿也表示，桃园目前有一套辐射食品快速体检机，无排除增加更较侪仪器设备，协助消化食品的检测。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咱来看屏东潮州一间诊所传出有增加3个确诊病例哦。屏东县政府早起嘛伫潮州的中山公园来设一个社区的体检站，提供免费的体检。屏东县长潘bình安是表示讲，这3例哦，甲昨公布外县市确诊的病例并无关系，是要去北部佚佗的家庭捐助案。咱来看新北市有一口罩4个人为着病哦，这爸爸甲大姊拢伫台北市的上班，市政府嘛扩大来可怜，特别是这个大姊上班的迄层楼哦，有500个人的上班，佮加上大家座位拢无固定，所以市政府是考出403个人需要居家隔离，拢总有7000人爱做体检。新北市一家4个人确诊，爸爸甲姐姐拢伫台北市上班，姐姐就伫信义区南山广场大楼的企业众信会计事务所工作。因为办公室应用达500人是共同工作空间无固定的规层只有一间便所，增加一条难度。办公大楼内底有真侪公司，包含有名药厂辉瑞、台湾亚马逊甲玉山银行等，进出共用电梯拢有传染风险。7000人，我们都是希望他来做 PCR。他们公司可能自己做快筛，但是我们希望他们都能来做 PCR。新北妇女伫台北上班，双北也公布行踪为初3到初7，去过麦当劳、长春店、便利商店，各在捷运、往返港仔喙站、西门站、松山、南京站、台北车站、甲象山站，加去邦桥新宝市场、甲便利商店。查甫朋友妈妈初4到初7，捌去过泰山甲新庄的便利商店、新庄的万团电信门市、火锅店、甲家乐福超市。新增的案例是19385，它 CT 值就相对的高，它是34.3，到这还是属于我们目前感染源待厘清的个案。台北市初9增加一个本土个案，而估计期间因转阳甲松山区幼儿园群聚案有关系。到目前为止，松山幼儿园群聚感染已经有17人确诊。另外，冷性印刷电路板大厂嘉联益也证实，树林厂有一名女性医工确诊，第70个案已经考虑150人采检。这医工准备一支疫苗，1月初8年甲倒来上班第一天出现发烧、头痛症状，PCR 阳性 CT 值14，工作场所已经有风险天工伫第一时间大清消。记者综合报道。苗栗最近有增加2个本土病例，是2个囡仔登去桃园过年，因为家族有人确诊，这对兄弟仔嘛互苦讲爱居家隔离，后来嘛确诊哦，这对兄弟仔伫迄段时间哦，并无伫桃园拍走。环保局对学校做消毒，苗栗县新增加2位确诊个案，拢算是桃园绿叶物流的传播链。这2个小朋友因为爸爸妈妈跟2个小朋友都已经回到桃园了哈，那在桃园呢就从此被居家隔离。那在筛检过程里面被筛检出来，这2个小朋友呢是确诊的。苗栗县卫生局讲，这2例是9岁加12岁一对兄弟仔。顶个月27登去桃园过年，甲确诊的阿姑甲阿嬷有接触。因阿姑是桃园绿叶物流的员工，兄弟2个人初2被科列，伫咧桃园居家隔离，初7采检确诊。目前2兄弟收伫咧桃园的病院隔离治疗。这也拍破苗栗202天零确诊的记录。因过因相关的卡列拢无伫咧苗栗。他是原来住在苗栗，可是整体的疫情前后都跟苗栗无关，也请苗栗的乡亲安心。苗栗县政府已经完成个案伫咧公馆的徛街甲学校的清消，11会正常开学，未受影响。因若桃园的疫情即马慢慢伫咧收散，桃园市政府会互阿旭电脑甲绿叶物流分做2阶段复工。行政人员那么可以先行在这个不同的区域来恢复营运。那现场的作业人员要等前进指挥所确定没有风险，超过了14天，那么才能够营运。郑文灿讲，
日疫传播链伫咧催稿新增加2例，是伫居家隔离期间确诊，算是外县市的个案。总体来讲，5条因为机场群聚案断开的传播链已经慢慢伫咧收。到即马为止，确诊的人数总共321人。除了尽量做到清零，社区采检站也会继续，也鼓励接护员陪4大人做疫苗，提高整体注射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的水井国小，学校有200平的菜园，学校是真有心哦，安排学生囡仔家己烤菜、切菜，自中到顿送互社区较弱势的时代来享用。望讲这个时代食了健康，麦当来感受到学生的囡仔满满的爱。台中水井国小的学生囡仔，到学校的菜园烤菜，随后洗菜、切菜也拢包办，甚至经过老师的指导，炒菜煎蛋制作一顿，准备上餐，互社区较弱势的时代。我们小学生平常就待在学校上课而已，就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出去帮助别人。然后，而且这次做出来的那个成品，大部分都是用我们学校的自己种的蔬菜去做的，觉得很有成就感。台中水井国小的校园内面有一片200平的菜园，为着让这届收成更加有意义，特别安排学生亲身煮食送餐，予这个社区的时代。学生也会当透过这个机会增加社会活动。我们5年级的总共有40几位学生啊，一早呢就到农场去采收我们的这些蔬菜，然后呢透过分组来去做，由老师的指导来去做我们一个烹煮的一个动作。这届煮食送餐予社区时代的活动，学生拢真有成就感，会当有机会帮助别人，拢感觉真欢喜。学校也希望予学生和在地社区有连结，学习课本学袂到的沟通交流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的地理环境是观察天文地理真好的所在，为着要推广天文教育，伫屏东的建国国小最近嘛设一个星象馆哦，要带民众来观察天顶的星，进一步来了解宇宙的秘密。亲像电影《星际大战》内底摕发光的剑来小节，可能是真侪囡仔的梦想。即马伫屏东科学教育资源中心的宇宙展览星象馆，有机会互你体验到这款场景。要入来进前，请你着先把巴肚变红红，接受光剑甲你扫规身躯。其实在这里真的很像太空体验，尤其是刚刚的那个星象模拟，它就是很像，就是直接去看了真的会头晕。象馆可以让我有那种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感觉。这个宇宙展览星象馆就设伫咧屏东的建国国小，内底有窥视形体的楼梯，坐伫舒适的椅料顶。头一页就会当看到一片大银幕，享受画质一粒一的数位投影，佮有专业的动隔音喇叭来探索天星甲星宿。这一本就是为了让所有屏东县的县民都可以来我们屏东县科教中心来进行宇宙任务，这是我们特别设计的。星象馆它可以做星空模拟，而且可以有一些手做的东西，然后它可以跟猎物座天文台互相搭配。进前屏东就设6号座天文台，即马和宇宙展览星象馆互相配合，好天就到室外天文台看天星，若天气无好，就会使来室内的星象馆。官府也按算继续打造相关的空间，推广天文教育，互大人囡仔同齐学习宇宙有偌奥妙。记者综合报道。高屏鹰是一级保育类的动物哦，全台湾存无500只。顶个月有人伫高雄的餐饮发现一只受伤的高屏鹰，嘛赶紧甲伊送去屏东科技大学野生动物收容中心哦。经过治疗，即马已经豆豆恢复健康咯。后礼拜就当开始来训练一杯。高屏鹰看起来碰过面真古锥，不过这只高屏鹰是受伤，搭送来屏科大野生动物收容中心，因为伊是正病的膝骨骨折，惊伊伫治疗过程黑白动。工作人员爱甲伊麻醉翕伤了后，共时间抽血做镭射治疗，希望伊赶紧好起来。经过麻醉健康检查后，然后发现它是右侧的桡骨远端处有一个闭锁性的骨折。那在经过1个月的复健治疗，然后固定后，它的骨折处有开始慢慢的愈合，然后开始变得比较稳定。这只高屏鹰其实是顶个月伫高雄一个产地互人发现，才送来这治疗。加在经过1个月，复原的情形真好。经过1个月的
固定修复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它在骨折处的地方也开始有一些骨愈合的产生。那在等待大概1-2周的时间后，我们就可以将它的包扎去做拆除，然后让它开始去训练飞行。高病鹰嘛是一种猫头鸟，不过目前伫台湾的数量真少，估计才300-400只。收容中心嘛罕得治疗受伤的高病鹰，即摆伊真好运，互民间救援健康了后，就会当放线。记者邓家文赖维做屏东报道。明仔学校就要开学咯，咱来看新竹市是派出环保局的人员去帮全市69间的学校大消毒。清洁人员派器材来回转药啊消毒。这礼拜特别开学啊，面对疫情，学校唔敢课室，开始进行校园环境清洁消毒。校长讲，针对开学迄天，学校嘛已经做好各项的防疫规划。开学之前的话，我们学校的老师都会回到学校来做，就是备课的一个动作之外，还要就是整个校园环境里面做一个清洁跟打扫的部分。目前我们学校有33台的额温机，还有1台的温控仪，那再来还有20台的手部消毒感温器，还有就是有20台的蓝光喷雾器。新竹市长林志坚嘛来到校园关心开学前的消毒工作，另外佮提醒家长做好家己甲厝内囡仔的健康管理，严格的来把关。那么只要有一个孩子确诊哦，那我们全校就会停课14天哦。那借由加强防疫的规范，防疫的这个及早的准备哦，那我们都希望能守护每一个孩子的健康。教育处嘛要求学校确认防疫物资的数量，各老师第2档疫苗预防下的状况，确保校园环境安全。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来看去年得到金马奖上佳纪录片《香港的时代革命》，这个月2号特别伫咱台湾的电影院播送咯。导演周冠伟是表示讲，伊希望互大家看到香港抗争者的勇气，嘛望讲大家着爱定实自由。掹槍啊！佢掹槍！喂！一個22歲嘅大學生要着住件避彈衣。街路頂嘅唱聲不斷，捌是亞洲上繁華城市香港。2019年因為反對倒反條例修訂草案，轉成做對抗獨裁統治嘅戰場。這出要3點鐘久，真實記錄香港人安怎用肉體當槍子，甲政府拼命的紀錄片，號做《時代革命》，是導演周冠偉用當怪時間秘密完成嘅作品。想真係去貼近每一個抗爭者嘅內心世界。當然，我都希望見到勇氣。我準備咗有最壞嘅可能，但係而家呢一刻，我要享受。珍惜呢一個嘅自由。導演希望傳達抗爭者嘅勇氣，也講會珍惜現處時嘅自由。針對這個月下旬，台灣電影院就會以商業性放送，也正做全球唯一播送反送中紀錄片嘅國家。導演是表示感謝，不過學者表示講，這定就會引起中國不滿。我相信是安尼啦，阿強啊，伊想要甲咱阻擋啦，但是我想是擋袂掉啦。雖然伊真強硬，哪有可能？會阻擋到這個全世界愛好自由民主的人民想要看這部電影咧，迄是無可能嘅代誌。在台灣只不過是一個開始而已啦。時代革命去年唔但摕到金馬獎嘅最佳紀錄片，佮佇咧坎城影展播送過。導演期待這出香港人嘅作品會當提醒所有愛護民主嘅人，愛珍惜也愛堅持落去。記者阿明金正派文台北報道。行動科技的運用是愈來愈多元，也毋過對老大人來講哦，因為未啥會好使用這些科技產品，生活嘛是愈來愈袂方便。在西班牙最近有一位退休的醫師發起聯署，要求金融業哦，唔通只想要發展網絡銀行，唔但造成因的無方便，嘛互愈來愈濟人無頭路。用 ATM 領錢，手機連網絡銀行數位化佇咧西班牙是趨勢，不過老大人攏袂曉。Para sacar dinero hasta las 11. O sea, la gente mayor normalmente pues hasta las 11 pues está haciendo cosas en la cama, o sea, es un servicio nulo. 西班牙銀行這幾年佇咧撒網絡銀行，
甲柜台服务时间缩短，甚至甲一寡分行关起来。一寡阿公阿嬷若无伫咧11点钟前赶到会，只好用 ATM 或者是网络银行。因故因无晓用网络银行，一寡 ATM 佫真复杂，所以只好拜托少年人斗相共。Los bancos tratan a la gente mayor fatal. Todos mis familiares que son mayores de 70 están completamente desatendidos. Mi abuela, mis tías, todas las personas no pueden ir al banco y sacar dinero como una persona normal. Tengo que ir yo a ayudarles. La verdad, es bastante denigrante hacia ellos. Les quita mucha dignidad. 若是自尊心受伤，有一寡老大人无识岁，想要拜托人斗相共也无法度。有一位78岁退休医生盛福安认为这种情形无合理。发动联署，要求银行唔能干那过数位化，也要照顾老大人。medida que queremos urgente es la humanización, es la apertura en horas de oficina. Si ellos han eliminado demasiados empleados, que rectifiquen. 这件代志伫咧西班牙引起大家讨论，已经有超过60万人响应，其中有真侪也阁是少年人。盛福安随背向政府递交请愿书。西班牙的央行、经济部加财政部答应讲，会甲银行协商，要求采取有效措施，莫互老大人因为数位化被绑杀。公司新闻齐焕玲编译。科技大厂 Apple 公司表示讲，未来 iPhone 乃会当来使用于来做行动支付。今年佫会推出收钱的功能，唔免佫加装其他的设备，用 iPhone 的手机就会当哦。预计今年就会来推出这项服务。过去买物件用行动支付，大部分爱伫柜台改名第三方支付业者的终端设备。即马苹果一个介入这领域，设备宣示要推出 Tap to Pay， 轻轻卡者都有支付的功能，将 iPhone 化身做行动收金机。未来美国企业甲店头直接用 iPhone， 互顾客感应各种行动支付，甚至信用卡加签小金融卡，免另外买硬体设备等收钱，按算今年就会上路。What Apple has done is it's using the same chip that it uses to send payments to now accept payments. 2014年，苹果推出 Apple Pay、iPhone 的行动支付功能已经真普遍。新的收支系统同款使用近距离无线通信 NFC 的技术。苹果强调，公司未知影支付一切过程运输安全无问题。这项改变更较简单，省去硬体终端设备费用，会影响全美数百万大小企业，和苹果有真大竞争优势。消息一出来，支付平台布拉克股价就大落。The payment industry is dominated by Square, which makes a little dongle that goes into an iPhone or an Android device. But those all require hardware. This may make an entire class of hardware obsolete. 苹果讲，支付平台 Stripe 甲电商 Shopify 今年春天会先向美国企业客户提供 Tap to Pay 支付服务，其他平台也对咧做。不过苹果并不是第一个将各家手机制作收款终端的公司。南韩三星早伫2019年10月都已经推出同款的服务。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因为地球暖化，热人的温度是愈来愈悬。伫西班牙巴塞隆纳驻地大学发表伫都市气候杂志的研究，就指出讲，若是天气上过热哦，厝顶若是白色的，是会当降温，上悬是会当降4.7度。欧盟的资料显示，欧洲暖化速度高过全世界平均值，城市地区温度以一年摄氏1.7到1.9度的温度伫咧增加。像西班牙巴塞隆纳2019年热天温度39.3度，创历史新高。2020年又搁创自1978年以来上热一年。研究人员讲，伫咧过去240年来，巴塞隆纳每10年温度就增加0.08度，加起来已经增加1.8度。巴塞隆纳驻地大学的科学家认为，人类的活动加建筑的材料，拢会影响城市的温度。建筑物也搁路面日时所导致的太阳辐射，到暗时就会慢慢放出来，产生热应力，也就是热效应所产生的应力。因研究讲，若是甲厝顶擦做白色，热天天气若热的时阵，温度上悬会当降4.7度。Contraproducente, puede tener resultados positivos, pero ante el reto que nos enfrentamos de olas de calor cada vez más numerosas y con temperaturas cada vez más extremas, como estamos comprobando, hacen falta soluciones de mayor calado. 对气候变迁所造成的挑战，巴塞隆纳当局除了积极增加城市的绿地以外，也推动几多项降温的方案。
亲像是气候避难所，伫市区11间学校的游乐场设置搁较侪花草树啊加供水点，天气热时阵开放予市民使用，也有降低市区的私人轿车车流量的超级都市计划。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来看天气哦，今仔食方面的北部、东半部会较湿冷哦。明仔载下晡开始水汽减少，一直到拜六，各地拢是好天，正热热的天气。也毋过礼拜又有方面接近，北部会个转较较冷。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19度。中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4度；外岛地区上低9度，上悬18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